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十一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十一点小连线上新的消息。先来关心这个有心的查某人桥倒摆，煞互一架3栋半的货车弄一个真正力。昨下晡2点半，一个31岁姓田有心的妇人人桥倒摆经过新德关建国桥往德北的方向，互一架为交流道冲出来货车为后壁给挤落，引起伊跋倒伫涂骹，规身躯全伤。该在赶紧给送去病院破腹了后，顺是生一个健康的查某红儿仔，也毋过妇人人本身因为头壳内出血，正平面弄一个红骨症，即马人也搁伫咧加护病房。另外，要来关心这架货车送冷气零件上国道，因为把无好势，火落甲规世界，结果害人去身到滚头皮。因为真大地，这个轻银片飞出来，撼到后壁2架车。赛车的人因为闪袂离，有人砸风玻璃去撼到，有人规台车弄甲密密麻麻，赶紧插伫路边。代志是发生伫顶礼拜六下晡，桃园5股杨梅高架桥路南69.2公里的所在，民众就甲影片抛就人面册，网友就咧骂讲。这根本就是杀人的武器。搁再来关心，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这是家己出名连锁烘肉店6年来发生5起火烧厝的案件。这届是发生伫咧拜三暝尾3点钟，嘉义市兴业西路这间烘肉店失火，为1楼请5烟出来，刷落来烧起到2楼。消防人员赶紧抽水线拍火，差不多1点钟内把火拍花。店面火火烧到乌噜噜，若1楼仓库上介严重，该在无人伤亡。同款嘛是11点上新，继续来看到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顶部正式开会。外口传讲明年基本工资可能起3%到5%。劳动部长柯明春伊嘛发声，讲希望会当照顾较弱势在劳工的权益，嘛会当创造头家辛劳双赢。现场详细情形继续连线给记者黄品玲来传人了解。品玲。好，观众，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稍早已经开始正式来进行了，而劳资学政4方代表通通抵达，而整个会议呢是由部长许明春来亲自来主持。我们看一下他的稍早谈话。基本工资制定的目的是要保障我们这个弱势劳工的基本生活。那对于这个收入处于基本工资边际的劳工来讲，基本工资的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哈。那当然呢，经济面的因素我们也要纳入考量，才能够共创劳资双赢。可以听到许明春希望今天劳资双方可以坐下来的好好讨论，可以多多关注边际劳工的效应。不过，总统蔡英文曾经喊出，在他任内希望月薪呢可以调整到3万块，也等于说这样子每一年至少都要调整5%，加上明年2020就是大选年了，所以这个基本工资调不调整也相当敏感。另外呢，外传资方今天的态度相当强硬，希望可以动涨。不过今天资方呢来到现场也有不同看法，媒体小时候访问。政府要做的是要怎么样帮我们资方来降低成本，然后劳方是不是我们涨了以后不要埋怨，一直负面的说连一个便当都买不到。我是希望说这个会议大家一起来参加，是要怎么样把事业做好。每一家工厂是每一个家庭，那一个国家怎么样把它做好才是更对的。根据去年的经验，整个基本工资审议会呢是开了有9个小时，直到晚间才有结果出炉。因此呢，今天会议到底会开多久？目前劳资双方初步共识呢是希望说不要开太久，希望可以尽快有共识。不过由于现在劳资双方的意见相当不同，所以呢，今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呢？委员会在现场持续为你守候。以上就是详尽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多谢品玲，同款嘛是11点上新，赶紧要来关心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拜二发表评论，讲香港反逃犯条例也未收煞，成为外口势力下查天火刀，讲到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插手香港的暴乱。咱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在期时头一届讲话大真难，对北京发声，伊讲唔通武甲亲像绿树运动，都爱斗斗做，也个稳稳想。咱做伙来听郭文哲上新的讲法。香港问题我还是劝北京政府，这个好好想一下，真的还是那句话，一根火柴丢下去会烧成大火，是因为有一桶汽油在那里。所以今天香港问题就是民怨没有解除嘛，你民怨不解除，就是今天这里抗议，明天那里抗议。所以北京政府要去思考说，你怎么在香港搞了20年，又搞到整个香港人民每个都愤恨在心？
我跟你讲哦，200万人上街头，总人口数700万，如果有200万人去参加一个活动，扣掉这个太老的、太小的一定要上班的扣一扣，哇，那等于可以出来的全部都出来了。这时候北京政府真的要好好思考，不要再搞成6·4了。我跟你讲，一次6·4，中国就倒退20年了。所以这个还是要，这是这样的这只能劝告北京这个要慢慢想人家说吧，慢慢想，快快做。我看这个在慢慢想，慢慢做。我跟你讲，这个不要再搞成6·4，再搞成一个6·4我跟你讲，过去30年的经济成长会全部毁掉。所以这个还是要慎思再慎思，不要乱搞。另外，这方面同款是在点上心，要来关心总统府今仔日办1年1届的家庭日，特别邀请府内员工也有厝内人做伙来闹热。总统蔡英文、副总统陈建仁拢做伙参加。总统府的气氛拢是真严肃，也毋过即马世界拢全笑声。总统特别借这个机会宣传饲囝的政策，嘛希望大家会当加生一寡囝儿事势。咱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今天在场的小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要提醒总统说，总统的政策一定要想到我们的小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总统府的同仁越生越多，而且要拿出总统府的精神，也就是耐烦耐操，我们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也希望我们总统府的生育率可以超过全国的平均值，也可以超过我们所有政府的平均值。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请我们总统府的幕僚单位开始来计算一下，如果没有超过平均值的话，总统要反省；如果超过平均值的话，总统给你们嘉奖，好不好？好。好，咱继续要来关心，这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党内初选煞了，伊就出国8月初回来到台湾甲打，拢无公开行程。今日下晡强强出现伫咧永联鸿海希望小学校内活动成果的展览，要离开的时，互媒体界围起来访问，咱做伙来看现场上新。我们找时间，找点好不好？好了。让3个人会面之后才要跟大家讲吗？有空接很多余的电话吗？所以这个意思说是要跟柯文哲整合成功了吗？没拍到才在抛啦，不可以啦。后面的媒体朋友小心，媒体朋友小心，电梯要关门了，媒体朋友要关门了，要关门了，谢谢谢谢。注安全，注安全，注安全，注安全。注安全，我们电梯要关门了，小心小心小心，我们这样很危险。那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先到外面。沟通好还是你们沟通好？我们到外面讲。我们到外面好不好？麻烦媒体朋友，我们都关门，关门，小胖，关门。小心，注安全。好，咱拄则看到就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伊无接受媒体访问就做伊走，颠倒是由伊发言人刘宥彤来回应媒体问题，咱做伙来听详细的讲法。目前他18号是有一个公开的活动，那我们已经有收到邀请函，然后目前正在研究一下这个活动的状况，那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参加。那是一个公开场合，那有可能私下会面吗？在当中？应该说它是个公开，目前它是一个公开活动啦，所以我想，如果没有另外安排的话，应该就不会在当天有什么私下见面。那现在郭董有打算要去吗？还是还在有什么样的考虑？因为我们才收到邀请函，所以可能我们还稍微再理解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背景啊，好，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的活动，然后让董事长参考一下。董事长刚才台上有说，就是今天的就是他回国之后的第一个公开行程嘛，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大家见面？因为其实这个活动每年都有，它是永林希望小学每年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办一个像这样子的营队活动，那主要都是为了我们这个所有的参与暑期活动的希望小学的孩子们。那因为
其实这个他决定来也是蛮临时的啦，因为这个是我们每年既定的行程。那过去因为他还没有退休，所以他其实能够参与这种活动的机会很少。那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如果基金会有什么行程，我们都会给他参考。那我觉得他就会想说，都是孩子，他也蛮想来看看这些孩子，也谢谢这些长期辛苦的社工跟老师们，所以我觉得他就临时参加了。那董事长，因为他昨天受访的时候，好像是说都是尊重柯市长，或者说听柯市长那边的意见，然后今天就是又完全不受访，不谈相关的问题，是不是在正式会面聊天之前，可能就都是不能讲到这一方面事情呢？还是说有被下一个封口令这样子？谁能给他封口令啊？我想不会有什么封口令这种事情啊，而且谁能够给郭台铭先生下封口令呢？应该这么说，我想，因为他昨天也是很临时的碰到了记者啦，所以我想他当时也是因为他现在对于很多外界这些每天的这些政治的戏码呀，大家编排的脚本啊，他并不是真的非常知道所有的细节，所以我想说他可能也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而已。因为说都听柯市长的安排啦，那。好，差不多才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下班时间游览车雄雄零件登去，引起到乌油漏湿，引起6台奥多摆因为安尼阵倒车离残。这是发生伫台北市南京东路5段，伫咧13号尾仔6点钟，一架游览车因为车零件登去，引起到真侪乌油拢流出来。迄当时拄好是下班时间，车来去的真侪，有几多架奥多摆拢因为安尼倒车离残，也佫引起到交通受到影响。警察接到报案了，赶来到现场指挥交通，差不多头尾1点钟，才甲现场清理好势。过来看到外送平台，互人创治乌白变。台北市内一间饲囡仔的餐厅，这个月7号接到一条订单，注文40份的水饺、40碗的番麦汤，也佫有40杯红茶，拢总8500块。无疑5点头，当咧做饮料的时，接到外送平台通知，讲这是甲人创治的订单。经据了解，订餐的客户迄一天才拄开通户头，一概拢总注文7间餐厅，拢是西装献领，讲话袂响。外送平台嘛讲会付这顿钱做赔偿，嘛会锁定恶质的户头，取消因送货卡扣付钱的权利。我没有看错吧？是10份诶。中昼食饭时间，台北市内的这间亲子餐厅，雄雄接到一张40份餐点的订单。40份浓汤，每次应该是够吧？雄雄接到这么大张的订单，服店员拢无闲到要死，有人听红茶，有人紧叫货，想袂到才做到一半，煞收到这个消息。客服他打来就跟我们说，这是一张恶作剧的订单。那我们就说，恶作剧的订单，他只这样讲，就请我们停止在制作。头家娘就生气的，开店开7年外，头一摆拄到这种代志，赶紧打电话互外送平台问好清楚。根据了解，这个恶质的客户是伫这个月7号早起建立一个外送平台用户，刷落来甲7间餐厅注文，煞拢唔退货。上尾第7间也就是这间亲子餐厅，一点40份水饺、40杯红茶、甲40碗番麦鸡汤，拢总超爱8500块，尾啊全部拢歪滴。我们觉得很生气，那我们当下其实很错，不知道食物怎么办。那我们是有PO到在地的社团，然后就是分散给有需要的人。就惊做出来无人食，会讨济气，尾啊头家就送互厝边头尾食。外送平台嘛讲，外送员甲餐厅应该赚的钱会互因，袂互因了钱。未来嘛会取消这个客户汇到才付钱的权利，改用信用卡来结销。不过对方若是佮申请一个新的用户，同款的代志，恐惊嘛是有可能会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湾大岛逐工的人含车来去，东海桥桥骹煞有动物清风秀气，岛上溺水漂花的情形。原来这是一个49岁有毒品前科细料的查甫人，为了要走警察抓，倒伫咧桥骹做一间工寮，内底有床铺，也佫有洗身躯槽啊，什么款生活用品都有。有时阵伊还佫挖溪食溪，直接钓鱼啊伫咧食，生活看起来也佫袂歹过。台湾大岛车来去，东海桥是安和路甲宽中路中一条真重要的桥，但是竟然有人就住伫咧桥骹，而且佫整理甲真特别。详细看，内底电火、电锅、甲电风各种的家具拢总有，连要困的面床、棉被嘛有，佫有厨仔甲一个接水用的水桶，规间厝敢若工业风式的房间。在东海桥下底下，在那边住，晚上在那边住了。有人在那边走动，我以为说他们
他们是到下面溪底去抓鱼还是什么啊？啊，他们甲伊讲话的时阵，伊拢袂插人啊，无斗阵啊。原来住伫遮毋是一般的家友，是一名姓廖49岁查甫人，有毒品的前科，早就甲厝内的人断绝关系，为着要避警察，才会来住伫桥骹。因为真爱清气，所以就算是临时要住的所在，嘛就爱整理甲真清气。发现是在这个桥梁里面，觉得蛮不可思议的。那在他身上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1小包。那也有那个吸食器的部分。这个查甫人你是做线工，暗时就倒来桥骹食毒，有时啊，佫会去溪边钓鱼仔来食，生活是过了真舒适。但是即马因为食毒疯掠，恐惊就爱去监狱内底过啊。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人多话就多，30人讲50话。台中丰原分局一个生做真水的查某警察叫做廖依华，本来是钢琴的老师，落尾改道做警察。伊身高171公分，体格真好，伫台中警察界嘛不了有名声。去年1月，伊去丰原分局报道，7月转做正式警察了后，资历才拄满1档，结果就有人讲伊为外勤转到内勤，凉洗啊凉洗，互其他的警察怀疑讲伊食饭食大碗公，做工课闪西风，敢讲是有顶死日咧互伊靠。丰原分局嘛赶紧出来赔话，讲廖依华共款是外勤，无调内勤，讲一切拢是误会。要动！大声喊卖叮当，甲歹人压伫涂骹，查某警察示范要安怎掠歹人。这个警察廖依华生做真水，有171公分高。做警察进前本来是一个教钢琴的老师，落尾讲要做警察，亲人拢真支持。通过警察特考，去年7月变做正式的警察，想袂到才做满1年尔，就互人逼讲，因为外勤的单位调去内勤的单位，普通警察是爱伫外勤走10年，才会当有转调的资格。他没有调内勤。他还是每天受训完，还是要回原单位继续服巡逻等共同勤务。根据了解，廖依华是一线3星的警察，编伫警备队内底。7月底调去丰原分局秘书室，早起8点上班，下晡5点下班，唔免轮班。互别的警察怀疑，唔知影是唔是有什么人互伊靠。每天他有4至6小时在分局秘书室学习，其余的时间会再回原单位。来共同轮服勤务。丰原分局秘书室讲，这届职务的调整是第一期的训练工课，一期是10天，负责新闻协助、网络消息、甲假新闻的澄清。12号训练完了后，就会转去本来单位正常轮班，唔是调去内勤，全部拢有符合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天气无稳定，海涌嘛真透。家人有一只渔船啊，拜尾仔准备要入港的时，一个无细力互海涌陷倒，船长也有船员拢跋落海。干巡人员发觉了后，赶紧将2个人救起来。该在2个人头壳拢真清楚，无啥要紧。可以吗？慢慢来，慢慢来。几个海巡人员徛伫港边，劳心苦钱，才甲一个查甫对海人甲救起来。你有没有怎样？抓不到啊！休息一下。这个查甫家己徛起来了后，看到应该是无啥要紧，过来这个划船人员紧搁走去头前，原来是还有另外一个查甫的嘛来跋落海。简单看到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伊安尼骹步落泪，划船人员合力甲救起来，游去伫岸顶。意外阁发生伫个12个尾暗啊，家人饲一只渔船啊，要入去望红巷的渔港的时阵。伫咧港嘴遐去互大雁甲淹倒去，姓张的船长甲一个船员不幸煞来落海。海巡署负责守望的上兵，伊发现了后，赶紧摕救生裤啊，甲这个船员甲救起来。其他的划船人员嘛随赶到位，大家搁做伙甲这个姓张的船长甲救起来。2人救起后，均意识清楚，表示不需就医，并感谢本署救援。这只摒弃的渔船。尾啊，互附近的游船甲游转去港内。这边的事件，加在有这个海巡人员进来甲救，甲落海的人甲救起来。安尼算讲量还阁真大尾，平安无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也毋过，煞来这个船员就无遮尔好运，来看到渔船仔的网仔去架着船员要落去处理，煞渡水无命。这是家人爬斗啊，有渔船仔要出海掠鱼，要收网仔的时，假网仔的机器煞去架着，这个船员要落海处理，
过10分钟船员拢无起来，船头家感觉无对同，赶紧通报安检所的人。敢若是因为船员无穿安全的设备，落水进去伤过久，渡水煞安尼无命。呛水的人赶紧落水去救，发觉这个船员已经伫咧渔船下骹，解救起来了后，送病院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搁再来关心买鸡肉，一定要经上界青，免怎知影鸡肉到底敢有青？行政院和卫福部是由4家单位鼓励业者伫咧产品外包装标示台肉的日子，也有生产的日期，要了解这肉的消息。鼓励业者标示台鸡肉的日子，期盼差不多半年到1年，要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几天小连线上大雨，山西渔港较无啥鱼仔，讨海人拢靠天食饭，放窟的业者大家嘛海产。像讲中华新港、山西沿海拢是放蛤蟆上界大其中一个产区。这阵啊，因为气候的关系，也有小连线上大雨，井水影响到海水的品质，产量和过去比起来差真济，差不多是减1/3。业者怨叹损失真正力，也毋过应该食苦当做食补。嘛讲到消费者伫咧中秋节想要食蛤蟆。恐惊爱家己掠。趁着雨较细，渔民赶紧来渔园仔掠蛤蟆。细细太太咧，才过来分类，辛苦收成，看袂到渔民有欢喜的感觉。因为两个差不多3架地蛤蟆池，以早这个期间大约拢会当收2-3万斤的蛤蟆。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产量减少真多，日价会当收成1万斤。雨水，啊，搁天气伤热，啊，雨水伤多，咱这就歹饲养。这拢4个啊。唔敢讲法度。天气伤热，加上雨水伤济，真济蛤蟆拢已经真大粒啊！本来就伫要收成啊，想袂到天气的变化遮尔大，竟然死了一大半。但是安尼也毋是上惨的。遐有条啊，我就说就是咱的养殖区。伫鱼池仔饲的蛤蟆损失大约1/3，若放饲伫咧海边的蛤蟆，甲过去相比是无够1成。啊，落水溪较严重，因为热土落来较过去。今年中秋节若要食到海蛤蟆吼，可能你来家来摸，若无市面上已经无人咧卖咯，因为啊，就死了咯。中华新港沿海是饲蛤蟆上主要的所在，以3架地来讲，海边啊放饲1万斤，过去会当收成4-5万斤，但是今年收无到500斤，业者干那会当食苦当做食补，渔民嘛好袂到倒位去。啊，雷公死啦，风甲雨啊，无够工钱。天要光的一阵大雨，就连出海掠鱼的渔民嘛惊到，只好提早来转来。阮仔渔港内是冷冷清清，渔民靠天食饭，无奈即马只会当求天公伯啊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听过流浪狗，毋知你敢有看过流浪鸡？宜兰有店头伫咧风台过了后，开店发觉门口口有一只鸡闭伫咧电筒，甲电筒当做家己的厝，不闪时还佫会飞就手。有时阵伫咧涂骹乱扫，有人若要掠伊，拢掠袂着，因为伊的骹手真溜掠。好心的店头惊伊无物件通食，穿过咧菜家饲，讲会继续互伊带落去，爱倒偌久随在伊。厝边学到这头家足有爱心。搁再来看到中元节家人放水灯，家人中元节会当讲是北部其中一个重要的节庆。家人市区昨昏日时承办游行采鸡活动，到这个斗灯的闹热，也有电头和花车游行。一寡民众经过，拢赶紧停落来欣赏，也有外国游客嘛来参加，场面特别闹热彩彩。卡路拢有放炮啊，各种造型的火车排做车队，有粉红仔猪，阁有海军风格火车。配合歌团的歌声，大仙红仔甲各种族的斗阵嘛，伫队伍内底看行。家人赢斗阵的活动是北部一个真重要的活动。13号中到市区就开始闹热游行，一拍斗阵就代表一个种族。中元节家人透过赢斗阵的活动。普渡伫外口流浪的好兄弟，虽望日头真炎，天气真热，毋过真侪民众经过看到，也是拢停落来看。啊，外国的游客嘛感觉真特别。在我们基隆市的市区来进行
绕街绕境的一个仪式哈。我想这个也是在放水灯的仪式之前，我们整个中元祭的仪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中原普渡唔闹射景的活动，14号还有水顶游行，祭拜祖先甲好兄弟。老来的游行活动，嘛请真侪国内国外游客去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五湖四海大代志来看到，有人爱买厝，有人爱买牛，啊，有人是爱买鞋。这几年伫中国大陆，也有美国一寡人是惊买鞋啊投资，因为一寡限量的鞋啊，或者是已经落市，可能买不的中古鞋，提起市场卖人，价少可能开几落倍，会当讲真抢市。日本 NHK 的記者特別來到加州聖荷西一個經典賣鞋中古市場，來感受市場的熱度。アメリカの西海岸サンノゼに来ています。ここで今開かれているのはスニーカーの展示販売なんですが、驚くのはほぼ全ての商品が正規ルートで販売を終えた後の二次商品リセールマーケットなんです。加州这场拍卖会现场，人是排甲叉叉叉，想要买的人，伊的线仔头是穿甲 Michael，和这个手頭有好货想要買的人，大家拢想要來甲試看賣啊一個。这个現場嘛是安尼鬧熱滾滾。$350で買ったよ。もう6、7年間スニーカーの転売を商売にして。上市，不过顶悬印这个独立时期的美国国旗，煞来互人想到迄当阵的这个居里制度，所以就紧来法庭。原本这双球鞋定价差不多是3000块的代票，不过即摆已经烧到11万，会使讲翻倍30几倍。はっきりした数字は難しいんだけど、ここだけで多分200万から300万ドルくらいは取引されていると思うよ。無類のスニーカー好きばかりだからね。伫遮迄款假牌的卡烧会是真恶咧入来，现场有专門咧鑑定的鑑定師，因對這個商標甲鞋仔的天線，攏會真斟酌咧檢查，甚至佫會用片仔去甲片看賣。リセールマーケットはものすごい勢いで成長しています。おそらく2025年には60億ドル規模になるでしょう。這個美國專賣市場的交易經驗，逐年攏以2位數的合約碳咧成長。這款限量也是講絕版的球鞋，因的投資回收率真正是真驚人，互人心肝會熱。記者綜合報道。同款嘛是咧美國紐約即隻6歲拉布拉多狗，互人講是狗仔界達文西，狗仔界維多家，因為伊毋若足夠維多抑個5花10色，互人啥攏無，會當講是機關倉裡倉庫。即隻狗仔本來是要訓練去服務人，結果訓練失敗，伊的主人看伊總有藝術的才情，牽成伊無意中煞來維多。這隻6歲狗仔叫做大家，外號是狗仔界達文西。看伊戴紅色的圍雞帽仔，喙會加一支筆，佇個圍布頂的畫圖，3兩個手就完成一幅圖。Jagger loves to paint, treats, and belly rubs. 大家本來接受訓練要做服務狗，不過因為伊會驚暗，嘛會驚樓梯。經過4個月，互判定無合格，買手甲伊帶轉去飼的主人伊凡是一個藝術家。有一天佇做工課時陣，意外發現大家這個無人看到的在家。And he came up to me and started nudging me. So as a joke, I said, Dagger, do you want to paint like mommy? And his tail started to wag. 伊凡看大家對畫圖真有興趣的款，就決定為伊做伊專用的畫筆，用服務狗的訓練技能開始教伊畫圖。He'll lay outside the studio and he'll wait for me. And I know he really wants to get in there and paint. 大家到單已經有畫幾600件作品出來啊！一百度會當賣代票6000塊，賺的錢攏捐予慈善團體，目前已經捐超過10萬美金出去啊！伊嘛甲主人佇美國各地開工作坊，甲囡仔做伙畫圖，鼓勵因家接觸藝術。雖然無法度變做服務狗，不過大家也是用伊特別的才藝幫助更加多需要幫助的人。記者綜合報道。同款嘛是跟動物有關的話題，來看到烏克蘭一個小所在，當年攏會替山羊仔辦選美比賽，看起來真特別。另外，咱這陣啊北半球是熱甲要變過，啊那南半球即嘛是寒天。像講澳洲南部、新南威尼斯省，抑個維多利亞省這個所在，攏真罕你看到透暴風雪，島民將翕到幾落10隻地鼠佇咧落雪所在，真活條的情形，影片佇咧網絡世界傳。
一片大细，按车窗看出去有骨碌杂只的地鼠，唔惊寒，伫咧外口跳来跳去。澳洲罕咧看的画面，一个网络顶一直传，点开来看，已经有52.5千次。Australia is experiencing some severe winter weather right now. The kangaroos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it. 澳洲南部罕咧拄着大雪，真侪所在拢是白茫茫。有民众伫咧新南威利斯省的牧场，看到骨碌杂只的地鼠，加规定四界跳来跳去，唔知影是因为天气伤寒，也是因为看到雪伤欢喜。地鼠活泼的模样，互人看到是真爱笑。伫咧乌克兰科佐瓦小镇的山羊，当咧比水。一只羊仔穿着五花十色的靴子、甲底裙，头滴着花，甚至有羊仔互装做新娘仔。乌克兰是出产山羊的所在，民众真爱羊仔。这4年来，拢会来举办山羊选美的比赛。这一回是一回白山羊马尼达来得到冠军，为伊的主人赢到$40，相当代表1200块的奖金。А так не хочу жити. Коли любимо п'ємо, ти тримаємо, а нині вщати у нас. 不过，唔是所有的动物拢亲像这只山羊这么好命。埃及这只牛为着要保命，真拍拼。伊本来要用伞去抬，想袂到伊的头出来一下，伊走100米的真紧的速度走出去。工作人员根本就袂赴反应，各种动物的反应嘛，互人大开眼界。记者综合报道。插播现主持上新的画面，赶紧来关心前总统马英九下早来到台南参加慰安妇纪念日追思会，大家真关心，也就是郭台铭、郭文哲和王金平特别见面。2020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党内整合的情形啥款？马英九伊嘛特别讲到，希望国民党会当团结排第一，其他放两边。咱做伙来听马英九上新的讲法。我们希望我们国民党还是要以团结跟包容为重。赶快让这些纷争告一段落，不然外界呢观感会有不利的影响。洪秀柱他有表达愿意参选的这个意愿，那但是地方有一些特殊声音都有，到了。我觉得这个洪前主席啊，这个勇气可佩，志气可嘉，他的行动呢给国民党的士气提高不少，我们会支持他。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中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觉讲囡仔若是食伤过油，也阁有伤过甜的物件，安尼较会无一时用，嘛较无法度通去定情。这西瓜树这采收吼，是今仔日这乌阴天吼，才会当日时啊来办。骨力做事，拍拼做工，大船入港，欢喜大丰收。高永玲这块12公顷的西瓜园，日咧过去，西瓜想要一年收成2届，根本就是铁树开花，无可能的代志。之前都是用挑的，然后第2阶段就是用那个内口啊，用推的。现在第三阶段就是用这个搬运车来载运的，伊啦一边啊咧修成吼，差不多3点钟就到慢完，4点钟就到慢完啦。这若讲比较着较早用人力安尼吼来办啊，上无爱1礼拜。108年3月15日起。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会撞到。这个卫星片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目有没有损伤？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
3, 2, 1, 0. Ignition.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站，站就是用脚出力踢的意思，挖揽的意思。会当讲站脚、站地、站脚动地，也佫有站地。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站脚步，表示出力来踏步，像阿兵哥伫咧打脚步的意思。第二个词就是站地，这个意思唔来当讲是出力来打拖脚，嘛会当讲一个人足上气，气甲站地。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为了运动会，这班的学生囡仔伫咧练习站脚步行路，结果其中一个无细力打到边仔囡仔，互伊打到的囡仔气甲站地，哪好哪讲要找老爸，老师赶紧甲伊安打好好势。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站，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健康食饱日，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咱台湾一般的囡仔平均测有5个到7个有注意力无集中、无一时用的镜头。中研究院团队嘛研究发觉讲，这可能和食食的关系有关系。因为专家研究216个8岁到10岁的囡仔，发觉有并发镜头、血清素较低，也有过敏镜头的人，得到注意力未集中、无一时用的镜头，这个几率比一般囡仔悬6倍到7倍。进一步了解，这个囡仔原来就是爱食重油，佮爱食较甜。厝内的囡仔若是会伤过头活骨，也是讲有冲动、无专心的现象，安尼就要细疑，这有可能是去替代着注意力缺陷的过动症。中央研究院甲各大病院来组成这个团队，针对大台北地区的国小216个8岁至10岁这个学生囡仔来甲做研究，发现讲有贫血的甲这个过敏症状的囡仔，比一般的囡仔较会去治疗注意力缺陷的过动症。如果有过敏的小朋友，他有这个过动症的这个倾向就比较大特别是当他有1种、2种甚至3种越多的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时候，它的风险就越大。专家讲，4大要素：贫血、血清素偏低，也是讲抽血了后发现这个体内色酸性的粒细胞，甲这个免疫球2倍偏悬，这个过敏的囡仔，拢是高危险的族群。其中，若是讲囡仔有带2种以上，亲像鼻炎、湿疹这个过敏的镜头，安尼去治疗注意力缺陷这个过动症的几率，就会比一般的囡仔悬出2倍到3倍。万不利，若是讲囡仔这4项拢有，安尼伊治大的机会就会加悬出6倍到7倍。另外，还有进一步研究讲，治疗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的囡仔，因的食习惯是拢较爱迄款较甜的，也是较油的物件。假使讲若想要改善这个过敏，搁要来降低治疗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的几率，逐工吃的物件都拢爱去甲张除哦。好的这个保护性的饮食是蔬菜、水果、全谷类多，而且各种蛋白质，包含肉类都是多的。唔若讲会当加食一寡菜色果子，搁爱食较有2倍质的物件。专家嘛建议讲，囡仔唔通食遐个加工过的物件。这个注意力缺陷的过动症，会使讲是过动症内底上大项的，差不多有接5成。想要避免过动症，会当为食食来落手，通甲治大的风险甲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跳进一个广告了，继续手路菜要带大家来看无同的手路功夫，这是做甜点心的少年师傅追求家己梦想的故事。这西瓜树的这采收是今仔日这乌阴天才会当日时来办。骨力做实，拍拼做工，大船入港，欢喜大丰收。高永玲这块12公顷的西瓜园，伫咧过去，西瓜想要1年收成2届，根本就是铁树开花，无可能的代志。之前都是用挑的，然后第2阶段就是用那个内口啊，用推的。现在第三阶段就是用这个搬运车来载运的。伊若一边安尼收成差不多3点钟就到满完，4点钟就到满完啦。这若讲比较就较早用人力安尼来办啦，上无爱1礼拜。一
1808年3月15起，农委会启动今年度小型农机具补助计划，投资8亿。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先来看到经济部办2019年台湾卤肉饭节，这2天伫台北火车头1楼广场闹热起鼓。今年用10全10美做主题，邀请规台湾142间业者，当中有这几款5花10色的卤肉饭口味，和过去传统的口味无相像。像讲即马都有起司、明太子、蚵仔，也有红梨这食材卤肉饭。这2天开放民众来到现场试食。经济部小连续3年推出咱台湾的卤肉饭节，甲咱台湾一般民众爱食的料理变做上有代表性的料理，互国际同人知。把这个和牛的这个脸颊肉拿来做卤肉饭。甲卤肉汤浇伫饭顶的，这碗看起来真普通的卤肉饭，其实用的肉是好牛，头点拍破传统，试几落摆才找到上好的口感。和牛的脸颊肉，因为它那个部位就是它在吃东西它咀嚼最多的地方，那里面有丰富的胶质。那卤肉饭一定要有胶质，在淋在饭上的时候，它的咸香味出来之后，才会吃到它的特色。台湾卤肉饭卖当真有日本的风格，这间业者伫卤汁顶的3真济起司，佮铺明太子变做菜肉饭嘛，真特别。起司是选没有这么咸的起司，所以我们可以跟卤肉做一个搭配，因为我们卤肉本身其实是偏甜的。那安尼，佮有铺真济蚵仔卤肉饭，佮有加红梨养生卤肉等等，台湾各地142间业者做伙来到这，互民众排队抢要食。伙伴大会师登场了！由经济部办的2019台湾卤肉饭节，8月13、142天就办伫台北车头1楼的广场。今年用10全10美当作主题，互人看到原来卤肉饭卖档有这么多变化。从市场到餐厅到饭店，从无星级到5星级，从离岛到本岛，我相信透过我们的活动，可以让所有的国内外的人都吃得到。小连续3年办台湾卤肉饭节，让大家有无同款的食卤肉饭的经验，成功把台湾的在地料理送去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要来看到做甜点心的少年师傅追求家己梦想的故事。今年29岁徐万婷拄开始是读财经科系，去英国读硕士，做事差不多2年了后，感觉无啥兴趣，决定去法国学做甜点心。学了功夫，公营倒转来开店创业，甲厝内卖土豆糖，参创意变做法国式的甜点心。无想到煞有真手气的情形，一寡市中的老主顾客拢来交关。法国式的甜点，从制作甲组装完成，看到亲像是一件艺术品，互人唔感觉加落去。这道巴黎布列斯特的胖脯是店内的招牌好食面，伊的口味真正特殊。一般来讲，比较常见是榛果的口味，然后我这次把榛果换成了龙潭花生糖。对，它的里面内馅基本上就是一个叫做穆斯林奶馅的东西，它就是卡士达酱。配好的颜料用这个乳花茶啊，伫咧胖脯顶悬来甲做造型。若是用伤黏的土豆糖，安尼个乳袂出来；若是伤焦佮伤甜的，无法度甲拍做规圆的。勇敢去甲试看卖的徐万婷，大学和硕士，读的拢是财经相关的科系。拄毕业的时，嘛是去会计事务所咧上班。他有一点点忧郁。他会有一点忧郁症，当初有发现他有这种倾向。我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吃甜点，是你的舒压方式。对，我那时候是我舒压方式。我有时候可能下班，我会自己一个人去台北去吃甜点，可能一个人可以吃3到5个这样。食出兴趣，徐万婷有家己的想法。徐万婷甲伊的爸母讲，伊想要去到法国甲人学习。要去甜点店学，但是其实他们要的人都是要有经验的，所以我就先从外场开始。我有在台北甜点店外场打过工，想说就先大概观察一下生态怎么样。然后为了出国，我有先学法文，学了几个月。这间甜料店伫2019年年初才开始来营业，现在已经业绩真侪市中的顾客。生意嘛愈做愈大啊！老母是负责伫个外场咧接人客，
也那7万顶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伫个内场串料。因为早上要忙到下午嘛，所以其实我也很少可以出来，就是会比较少人可以跟我讲话。然后，餐饮业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休假的时间会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休1、2嘛，那休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在上班。看到那真严的慢亭，其实伫个内心嘛有真柔软的一面。这份感情包含这个身份的转变，也有对父母的感谢。我是觉得这间店如果少了他们，就感觉不一样，就没有家的感觉。然后又很希望他们可以休息，可是就反正就很矛盾啦。爸爸妈妈不能陪你一辈子，最终陪你一辈子的是你的另外一半。所以我们本来一开始我们只有店休1天，所以我们现在改成店休2天。我希望他有他自己的生活。父母从来都袂去想到家己的辛苦，上烦恼的要是查某囝的未来。7万顶做出的这个甜料，有加对厝内的爱，互人食到，唔那是甜伫嘴内，搁温暖伫个心肝内。记者综合报道。这西瓜就这采收吼，是今仔日这乌阴天吼，才会当日时来办。骨力做事，拍拼做工，大船入港，欢喜大丰收。高永玲这块12公顷的西瓜园，伫咧过去，西瓜想要1年收成2届，根本就是铁树开花，无可能的代志。之前都是用挑的，然后第2阶段就是用那个内口啊，用推的。现在第三阶段就是用这个搬运车来载运的。伊啦一边安尼收成吼，差不多3点钟就到满完，4点钟就到满完啦。这若讲比较着较早用人力安尼吼来办啦，上无爱1礼拜。108年3月15日，农委会启动今年度小型农机具补助计划，投资8亿的经费，补助全国的做田人采购8万台小型的机具。做田人会当先去在地农会申请补助，伫咧补助金额范围内，补助1/3的计数，就会当先申请，才去采购。伊有这个补助农机具，像我喷药车这若要用人工吼，这上无爱赚咧2工。啊，但是我用过这喷药车，自走式喷药车吼，差不多4点钟就会好啊。一个作物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它可能需要很多种的一些机械，虽然是小型机械，但是加起来它的资金也是蛮多的。那如果能够获得一些补助的话，那对农民来讲，它帮助会非常大。而且因为缺工，所以它有机械帮忙的话，那个作物的生产就会比较多一点。那关心台湾发展农机具，嘉义大学校校长艾群鼓吹智慧农业，提高生产的效率，注意市场风险，也有食品安全，1减2个蒙达减税库。补助的范围呢，大概从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都有。那而且针对比如说割草机来讲，它就有背负式的啦、手推式的啦、乘坐式的啦等等的，按照你不同的机型，它会有不同额度的补助。农委会斗相共做田人采购一般用会到的农机具，帮助农业生产更较活骨。便若是符合补助资格做事人，伫咧新历10月31进前，早身份证件就会当申请，真利便。那有一些田地比较小一点的，它可能农民自己做的，可能就是背负式的。那如果会比较大一点的话，它可能就必须要自走式的喷雾机，或者是动力喷雾车等等之类的。中耕管理机它的用途算是蛮多的，对农民来讲，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台，所以这个补助基本上帮助是蛮大的。农机具各有进步有变化，鼓励做田人来申请，让农业更加升级，对做田更较有帮助。莫怪人讲千途万途，唔值得变残途。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尔感受群山环绕，拜拜不要偷吃祭品。我们送你去杜拜吃好住好。
地上的钱不要乱捡，那就跟着节目答题。我们每集都准备最高100万奖金要送给你哦，还有更多好礼，让你鬼月躲避好兄弟，通通都在台视17Q，让你5胜5波比。Surprise！ 放一个吗？嘿 ，Stop！ 所有姓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路人哥，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今天那些到底做的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家来唱《杨丽花》。杨丽花。杨丽花歌曲，忠孝节义，敬请期待。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道地的香港美食啊，来这边就是要吃定式。通基本呢，就是一般的一般家庭的早餐都会吃这个。哇，好美哦！来这边就是要喝一下啤酒啊，有明星花露水的味道的啤酒。昏迷啦！它是米其林有认定的小吃店哦，一代人活100年，4代人不就400年了？皮脆心软，让我好想回去拿泡菜。你是去泡找阿翔？不是，我们完全是为了工作考量。王将军现在要开始来定家规了。报王将军办不到。我在想说，如果小圆有你一半的温柔就好。试婚，哪有女孩子在结婚前跟男生睡？就表示讲，伊就无法度陪伴你规世人呢，恁都会较饿啊。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艺报道。先用水枪射水透队友的嘴里，队友再用嘴里的水熄灭蜡烛。经理这个花不会用，完了，好，可以了。有了，各位观众朋友。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1至周5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这是美国阿昆色州有一只浣熊因为大脑去伤到，引起到伊头前骹较无度振动。动物保护团体特别替伊做一台特别做的轮椅，互伊搁一摆会当行路。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弟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这西瓜就这采收吼，是今仔日这乌阴天吼，才会当日时来办。骨力做事，拍拼做工，大船入港，欢喜大丰收。高永玲这块12公顷的西瓜园，日咧过去，西瓜想要一年收成2届，根本就是铁树开花，无可能的代志。之前都是用挑的，然后第二阶段就是用那个内口啊，用推的。现在第三阶段就是用这个搬运车来载运的。伊啦一边安尼收成吼，差不多3点钟就到满完，4点钟就到满完啦。这若讲比较就较早用人力安尼吼来办啦，上无爱1礼拜。108年3月15日，农委会启动今年度小型农机具补助计划，投资8亿的经费，补助全国的做田人采购8万台小型的机具。做田人会当先去在地农会申请补助，伫咧补助金额范围内，补助1/3的计数，就会当先申请，才去采购。伊有这个补助农机具，像我喷药车这若要用人工吼，这上无爱赚咧2工。啊，但是我用过这喷药车自走式喷药车吼。差不多4点钟就以后啊。一个作物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它可能需要很多种的一些机械，虽然是小型机械，但是加起来它的资金也是蛮多的。那如果能够获得一些补助的话，那对农民来讲，它帮助会非常大。而且因为缺工，所以它有机械帮忙的话，那个作物的生产就会比较多一点。那关心台湾发展农机具，嘉义大学校校长艾群鼓吹智慧农业，提高生产的效率，注意市场风险，也有食品安全，1减2个蒙拉减税库。补助的范围呢，大概从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都有。那而且针对比如说割草机来讲，它就有背负式的啦、手推式的啦、乘坐式的啦等等的，按照你不同的机型，它会有不同额度的补助。农委会斗相共做田人采购一般用会到的农机具，帮助农业生产更较活骨。便若是符合补助资格做事人，伫咧新历10月31进前，早身份证件就会当申请，真利便。那有一些田地比较小一点的，他可能农民自己做的，可能就是背负式的。那如果会比较大一点的话，他可能就必须要自走式的喷雾机，或者是动力喷雾车等等之类的。中耕管理机它的用途算是蛮多的，对农民来讲，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台，所以这个补助基本上帮助是蛮大的。农机具各有进步有变化，鼓励做田人来申请，让农业更加升级，对做田更较有帮助。莫怪人讲千途万途，唔值得兵残途。鬼月来临，台视17Q 教你避开禁忌，不宜溪边戏水。我们送你去尼泊。午安，你好，欢迎收看8月14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看到恐怖讨债，扼杀凌晨朝住户砸砖头，把居民都吓坏了。另一个焦点带你关心，明年基本工资能否调涨？劳资双方正面决战，今天就会有结果。稍后来看完整报道。新闻开始，首先带你关心，因为债务纠纷砸砖头泄愤。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昨天凌晨出现好几名年轻男子对着2楼住户不断的砸砖头，把盆栽都砸坏。被害人发现之后赶紧报警，而警方事后逮到了4名嫌犯。第一时间，嫌犯还呛说警方自己没有违法，态度相当嚣张。一群男子聚集在民宅楼下，不时叫嚣要对方出来面对，接着竟直接拿起地面上的砖头往上朝被害人住处扔掷，盆栽窗户都被砸破，吓得被害人赶快报警处理。就拿砖头一直丢啊，丢2次。真的我没有犯罪，我可以拿我的手机这样拍啦，我真的没有犯罪啊。不断呛警方自己根本没有违法，警方获报一车追人，被拦下的主嫌和同伙第一时间不止否认犯罪，态度还相当嚣张，这才坦承涉嫌砸毁被害人住处。因为将车子
卖掉以后，典当以后没有将那个所借的头期款钱归还，所以来找被害人要钱。原来被害人跟主嫌母亲借了30万元要买车付头期款，事后又将买来的新车典当，有钱却不还钱。主嫌为了替母亲讨债，跟被害人相约谈判，因为被害人神隐没有赴约，主嫌气得找朋友去砸被害人住处。要让我这社员还在这么现金犯？讨债砸砖，嫌犯不止钱没要到，自己反倒先进了警局。警方依法搜查车辆，也在嫌犯车内查获一把开山刀，讯后将4名嫌犯依涉违法送办。